今日靈修讀到列王記下第7章，咁就講返第6章咧，就有講到亞蘭王圍困耶路撒冷，使到耶路撒冷裡面嘅人饑荒，甚至有人要食自己嘅仔女嚟到解呢個饑荒、肚餓嘅困苦。就喺呢個時候，以色列王就怪罪於以利沙。以利沙就發出一個預言，話聽日一袋細麵只係賣1舍客勒，2袋大麥只係賣1舍客勒，即係饑荒會解，啲嘢變返好平。當時有一位長官話：我唔信，我哋依家既然被亞蘭王嘅軍隊圍困，又點會突然間啲嘢變到咁平呢？跟住第二日果然，因為耶和華佢用戰車戰馬嘅聲嚟到嚇走咗嗰啲圍困耶路撒冷嘅亞蘭軍隊，而喺耶路撒冷裏面嘅人出嚟，果然見到好多小麥、細麵同埋大麥，但係嗰個唔信嘅長官，唔信有呢件事發生嘅長官，竟然被嗰啲衝出去攞食物嘅人踩死，佢冇辦法得到神俾嘅食物。所以我哋要信有神蹟，大能嘅神，乜嘢都可以做得到嘅神，我哋要信佢可以用神蹟奇事幫助我哋、救我哋、保護我哋，各樣嘅恩典同埋看顧。奉主耶穌名祈求，阿門。